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成韵创意合唱团嘅老师齐云杰。今日呢，我来教大家来跳舞哦，非常活泼嘅艺术歌诶。各位同學，一下開始來學藝術茶山銀言。藝術嗰位呢係陳雙雄老師佢嘅製作非常的好聽先來了解一下歌詞的意思田湛公北方長，寬島雷公踏油行。雷公即係愛種茶葉嘅東西我見倉都沿康，茶頭果太無數捱雞郎，捱雞郎就是現在來講我的男朋友啦法清雄錯又長，路大錯法十二首。東偏看萬喜香，茶心醬嫩寒窗杯新床。生下來。十萬雜茶穿時房，聊來男人做家長。下一句咯都係寫嚟唱嘅，殘錯唱歌比狗肉，汗流麥落。汗流麥落嘅意思咧，都係當嘢啦陰流汗然後望春光。望春光的意思就希望他一般要討朋友過好生活啦上下來捱唱一句寫末就唱捱雜一行就是寫來寫末聽下雜茶，聽下唱歌的意思山歌茶葉聽老莊也係一種象徵性嘅所以講快快樂樂來做事雲高講風轉涼，窗花熱氣是廣漠，就係一開做了做事做到暗幕差唔多都一陣舞台時間內廣婆香風房央，婚姻有夢唔會一仔頭意思咧講你講兩三你咪結婚好啦以前的人講迄個冇結婚啦就係有啲就會去做乜嘅做尼姑啲意思嘛迄個有結婚有婚姻係有希望就會成立家庭人嘅意思就係咁樣。各位同學，一下開始跳舞了我們從第一個八拍做起第一個八拍係1、2、3、4、5、6、7、8，但是我們要往前走，1、2、3、4，用恰恰的方式跳恰恰的方式1、2、3、4，我們一邊採茶一邊把那個茶葉放到簍子裡1、2、3、4、5、6、7、8，好，我們走到這邊來預備起來。1、2、3、4，草頭不要動接下來是寬島雷公踏油行，來再繼續再唱2、2、3、4、5、6、7、8，也就是我們的眼神也很重要。我們在摘茶就看茶葉，然後要放到簍子就看簍子，這樣子這樣子8拍了接下來就要唱歌咯，記得我們這個腳是交叉的，我們就直接這樣唱過去就好了來，歌景窗，再轉回來，來都演這有另外一個8拍接下來呢，茶頭果胎來1、2、3、4隨着我們的手搖着屁股1、2、3、4，不要換手兩個手都在上面，然後5、6、7、8，看到那邊去，5、6就是5、6、7、8，這個手交換交叉，知道了我們要梳個頭，5、6，這個手心都是往下的5、6，來再多一點。
5、6，好，然后7、8指一下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赶快离开了，就把手放到背后，往后跑，来，1、2、3、4、5、6、7、8，2、2，哎，要向外转，不要屁股向外面哈，往这边，我们这边身体往这边，然后转过来，最好距离再远一点，好。然后远一点再来叫大家，这样子比较有层次嘛哈。从远一点的地方叫过来，赶快过来，来集中，好来哈，好来七嘴八舌的，好 OK， 来接下来打开，继续采茶来，形成三角形哦，好继续采来，1、2、3、4、5、6、7、8。接下来手心向上，然后抬左脚，就跑这个小碎步跑，对，去1、2、3，跑到你的位置里，5、6、7、8 ，OK， 好。如果你还有多余的时间，那么你就多转一圈，因为你这个时间太多，还停顿在那边的话，就会觉得比较。没有把这个音乐的时间给它补满，但是另外一位是比较远，所以你也只好赶快到这边，待会儿就要出去的所以我们呢女生部分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再做一次，我们跟着唱，然后再一边唱一边跳对不对？去，天张光把红潮。欢乐泪光太有红，高云苍高烟空，茶条个太我送爱给老来，1、2、3、4、5、6、7、8，2、3、4、5、6、7、8，3、2、3、4、5、6、7、8，要继续。1、2、3、4、5、6、7，转，2、3、4、5、6，到位。OK， 我们女生部分先到这边哦。好，接下来下头讲的呢，现在跳舞的部分来，首先呢现在下头有1、3人去懂忙不好，其他弄啥先出去哦。2位还没有进来，那从这位男生开始，第1、2、3、4、5、6、7、8，好来，1、2、3、4进来，5、6、7、8，第2位，2、2、3、4，好进来，5、6、7、8，马上就要走出去哦，用走路就好来。大步走就是把青熊来，要从这边这样子打开来，把青熊丑溜长，接下来撸大丑罚是离手，就要手这样子，然后弓步来撸大丑罚，然后是离手是要右手打右脚，是离手回来。然后接下来是东片宽西片宽来，东片宽这边4拍，然后换西边的时候也是4拍，欢喜胸接下来呢，我们身体稍微侧一下茶行讲论，我们比一个心字然后最后一句晚秋摸心虫。这个动作呢，我们比向在看我们的观众，就当做说我们是跟观众有一个互动，我当做你就是妹妹的意思。好，我们男生的部分就是到这边，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是我一边唱歌，你一边做，好吗？好，我们的这个是肩奏的部分，前奏部分，预备起，1、2、3、4、5、6、7、8，2、2、
三四五六七，走。花前香草又草，路大草花色一手，冬天看万喜笑，茶心酱嫩呀，万枪麦心肠。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哈，然后先打开，我们就直接开始哦，预备去，1、2、3、4、5、6、7、8，2、3、4、5、6、7、8，来，花清香草又草，路大草花色一手，冬天看万喜笑。茶心酱嫩呀，万枪麦心肠。好，我们男生的部分就到这边，暂时到这边。好刚才我们有做过这个女生的部分，还有男生的部分他们首先是分开来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交叉了，也就是男生原本已经做到这个位置了那么女生也是已经就位了，在那个位置了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男生要退，女生要进。好，我们男生稍微前进在我们刚刚最后面的位置这里。好，然后我们男生是不是转身转身转身走到后面，那么女生就直接的也不能太后面嘛女生往前走，上忙扎茶弯穿石宝就是那么我们女生可以用恰恰1、2、3、4上忙扎茶穿石宝，然后再往前一点，流泪让你中干中。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男生是转头的，来，1、2、3、4、5、6、7、8，回到正面，这样子来，我们再重新交叉一次好，来，女生进来用恰恰的这个手要有这种采茶的样子不是随便拍采茶的样子那男生同时都是向外左转，那女生往前，来，预备起，1、2、3、4、5上忙找茶穿石宝，5、6、7、8在这个下巴下面然后做完以后呢，也是右转吗？好，我们就右转，也是恰恰的方式回去，恰恰恰，欢流马绕，梦成港，是不是？对，就是这样流汗擦汗的那个动作在这个同时，男生要进来他们转身回去的时候，男生的下一句来1、2、3、4，然后呢？就是要擦汗的样子，汗流满面梦成港。好，我们这个动作都是要有这个跟随着这个歌词的意境走汗流满面梦成港。然后我们男生始终是左转外转的，来冲一击。好，冲一击的时候，我们先形成三角形就是好，中间这一位往前不要退后，变成这个三角形。好，刚刚男生是这样来冲一击，然后手伸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女生就往前走就是来扎一行，来扎一行，有点半跑步的感觉来扎一行。好，现在已经到这个位置。好，那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男生是冲一批来扎一横，这个时候再出来也不要太早了来冲一批，女生来扎一横，这个同时然后女生这个时候呢就牵手，跟男生牵手，男生一定是先出手的嘛，女生搭上去左手搭上去，然后右手跟左手来三国插压，然后再来往下做一个爱心字，爱心好，这个手呢，我们这个时候放这边，好，有个爱心三国插压恐龙章 ，OK， 到这边是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要分开了允过拱，刚刚女生的右手在上面，男生是左手在上面，所以我们直接男生用左手，女生用右手去滑，往那边去好，来1、2、3、4、5、6、7、8，看那边就好。往这边就看那边，就不要看正面然后再转身，1、2、3、4，然后5、6、7、8，那好，接下来我讲的是你是站在那边那我现在讲的是刚刚男生是不是这样子左手？好，男生是用左手的，正好跟女生相反来1、2、3、4、5、6、7、8，也就是要走过去。我们刚刚是我们是掐掐掐，女生掐掐掐，男生是用走的，1、2、3、4、5、6、7、8，走到来1、2、3、4、5、6、7、8，然后左手开始洗脸，2、2、3、4，洗4下然后往那边丢。刚刚女生要有做这个动作，男生不要，男生就直接张开脚，5、6、7、8，好，就是做到这边我们再来示范一下好吗？预备起来，上床找茬唱10个，有人让你走嘎走，交换。擦手冲火比9秒，看牛马肉梦成功，然后转身来冲一击，来扎一横。三国的时候再当手，来扎一横。这4拍要做完了来扎一横，然后三国再当来冲一击。往前来扎一横，三国插压恐龙中。这个中的时候，我们的手这样子搭。接下来分开，来，云过宫，红转苗，转身，充满一片色光芒。刚刚做到这边，对不对？接下来还有后面的拱口胸，就是两夫妻要合在一起了我们走到男女走面对面来，拱口胸，好，形成2拍接下来这个女生的样子动作要比较活泼一点，就是1、2、3，就是这个头随着手来摆动风风用风风用。那男生呢？风风用。男生只要比较简单，比一下这个就好了。风风用，拱口胸就走在一起，然后风风用，然后接下来就打开到你的位置，各自的位置来，到这边。婚姻有梦不问你在阿弥陀佛，记得吧？好来，那男生呢走到这边也是1排
浑圆有梦啊，唔可以摘头哦。男生的动作是比较硬的，唔可以来，唔可以摘头。哦，你打有声音也没有关系，唔可以摘头。好，好，那女生哈，浑圆有梦。好，一边走一边做来，浑圆有梦啊，唔可以摘头。好，这要蹲下来哦。好 ，OK， 我们再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好，现在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服装啊，这是具有我们客家特色的采茶装啊。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哈，跟以前的传统比较不一样哈。可是我们基本的传统的还是有，就是这个袖套有啊，那这个采茶这个雷公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哈啊。另外还有这个脚套哈啊，就像我小时候也看到我妈妈哈去工作都有这个套这个脚套，所以这有一些部分是很传统的，那还有这个头上的这个叫做头巾啊，这都是比较传统的。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什么？围裙哦，这个是我们自己设计比较有比较新潮的一点的这个服装哈，这是女生部分啊。然后介绍男生部分呢啊，男生部分我们就用比较亮丽的这种客家花布哈。那这里面呢是我们新创意合唱团的制服，我们这样搭配起来，男生就是黑的啊，全身有黑的，然后呢戴了一个草帽啊，这样就代表是我们这个上山采茶的这个工作服装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跳这一首舞曲啊。那当然，在音乐还没有开始之前是这个舞台暂时是空的啊。音乐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男生女生先一对进来，然后另外后面的再陆陆续续的进来。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天
愛在動。哦，像我因所跳的舞蹈吼，还有咯茶山银岩啊吼，今日搞太子家来跳下出茶山银岩，希望能够老因你的团员同样吼学得来，以後呢，也茶山銀岩，也因你嘅客家文化，能夠加到也能夠舞蹈吼，繼續來落去傳承下去。非常感謝大家，什麼人？暗自生。